美國民主黨將會喺星期二喺俄勒岡州同肯塔基州舉行初選。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桑德斯同希拉里·哈林頓喺競選活動當中都強調經濟問題。俄勒岡州同肯塔基州嘅情況非常不同，但係代表人數目相近，兩個州分別有74名同61名黨代表。佛蒙特州國會參議員桑德斯上個星期喺肯塔基州隔離嘅西維吉尼亞州初選當中輕鬆獲勝。呢兩個州嘅煤礦產業地位重要。而前國務卿希拉里·哈林頓就曾經提出一項方案，計劃擺脫煤礦產業，所以失去咗好多選民支持。要確保獲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必須要掌握最少2383張代表人票。目前希拉里·哈林頓同桑德斯分別擁有1716張同1433張黨代表人票。喺共和黨方面，由於其他參選人都已經退選，川普就成為該黨嘅推定候選人。